感动的代志哦，做裤管。可你闭裤卡就感动啊！无啦，伊迄一路哔哔哔哔开，哔啊这一口啦，无啦哔得怪贵啊这一口。过程就是精湛，笑笑空空公公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无甲伊结婚的话，可能找无一个适合我的人。黑啦就是黑。哎呦，你想到好人就袂哦。爱就讲白啊，爱就讲白啊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，欢迎这个主持人蹦恰恰。安尼都，大家熟悉遮久啊！哎呀，今天怎停去啊？气氛非常的这个温暖吼，上好啦吼。温人啊是个泡泡啦。是啦，是今仔这个来宾无啥共款啦吼。各位亲爱全世界朋友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咱全国小可有水准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，上届有气质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厝边蹦恰恰，现场有一个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咱郑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红某斗阵游四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日来了两对的翁仔某啦吼。是啊，秘书今天有你看出来呢。是。对啊，因为做汉呢，我咧上班的时阵，我某坐伫咧边啊。你伫倒一间酒店？我即摆画山画水画玲珑酒店。上班的时阵。上班的时阵。这甲你无关系，这是我甲恁某的恩怨。来宾来自我介绍啊，用台语啊，真的哦。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大官嘛要好咧。你讲大家大官大家好。好。好。我是莎莎。莎莎。我住伫高雄。我的工课是做零食。算薪水耶。算薪水。人事啦，人事我以为是食的迄个。生几个囡仔？未生。你是咧创啥？你要就等下。免讲无用哦。真正，等下等伊死嘛无问题啦，嘿啊是，无用嘛是有啦，因为我走来走去啊。骗鬼你袂食水，迄工课还免偌久啊？当你。真的吗？还是你甲我教一下，看安怎？差不多是。咱你两个过，我会。真的吗？因为阮观众要看伊面看较详细。你面看较大家会先啊。安尼讲来，恁结婚偌久啊5年。5档。伊对你好无？袂歹。几时啊？来讲一个实在，互阮听看觅。互你感动的代志。落雨的时阵会塞车载我去上班。哦，这是要算啥？落雨的时阵开车载你去，我你免叫计程车对我，这最简单的代志，我是讲互你感动。感动的代志哦。会甲我做裤管。闭裤卡。甲你闭裤卡就感动啊！无啦，伊迄一路哔哔哔哔开，一路哔哔哔哔哔啊这一口啦，无啦哔得怪贵啊这一口，对啊，这个不用心啦。敢都在变啊呢？啊，两骹拢啊哔共款。应该安尼讲啦，伊上惊啥物？伊上惊我生气。标准的答案。哎呦，安尼我就认你真正有听无？是真的啦，是真的。伊若讲这爱惊家族啊啦，惊有诶无就毋对，上惊你安就对啊。你毋是足早就甲伊做伙啊？好。当时的代志。我17、18。你安尼讲我犯罪17、18岁你就。哎呦，迄阵
是不是还搁读册？班长目睭真好哦。喂，大学还是还是国中？无啦，小学啊你？要我少年队俩伊哦，我是你免解说，当时要大学的时阵，要大学，所以一个高中的阶段，对，高中你这个囡仔哪厉害？我是顺的爱啊，顺的嫁人顺的爱。啊，这是问也问袂出来啦，不要紧啦。伊捌甲你讲过，你听了上届心内安尼哇，甜蜜还是感动的话嘛？伊讲，不管我变偌老，伊的心内拢是上少年的时阵的迄个样子。哦，厉害，班长个写歌呢，迄敢毋是有唱？哎呀，真水我就甲歌词讲互伊听呢，哎，伊会解说就是。查甫人上卑鄙的所在就是伫遮，因为样两人甲气，伊就伫查某人面头前，这条歌是我要送互你的。哎呦，好，真好。啊，未生囡仔，拜托赶紧生囝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继续拼。是，就好手的你好。搞你啊吼！搞你啊，搞你啊！搞你啊！搞你啊，搞你啊！麻烦你介绍恁太太。啊，阮太太叫吉吉，哦啊，叫啥叫啥吉吉。有几句？啊，本名莎都积极，莎吉吉，傻鸡，两个人。莎哦，伊叫吉吉啊，台北人，係袂晓讲台语，完全袂晓我會曉讲。講伊上我講嘅台語是調教，因為我定未調教，調教，伊上我講係調教，個性各方面，個性就是精湛。小小空空，你是谁人決定要出來？什麼原因？啥決定要娶伊哦？是有囡仔我感覺甲伊生活最歡喜的，我感覺甲伊生活，你要娶一個某，啊你想講我未來50年攏甲伊做伙，你確定50年？ 30年就使，我減20年啊，30年就使哦。 30年攏甲伊做伙，啊你但是当甲伊生活袂歡喜的話，我感覺這30年我過袂去啊，我過袂了，對啊，啊逐工安尼做歡喜的做伙。唔係你安尼講有較，阮有差較無啦。比如講，實際迄個例還是啥？對。實際的哦，實際。哦，伊有講過，若是無娶我，無人會使娶啊。對，我當時想講，唔是，我意思是講我教迄個，你講唔是哦？你聽我意思，你教遐濟？愈講愈會啊，係。哎，我想唱主淡的，拢是歌哦。即两位男士老的歌是涂骹，不溜溜哦。唔是，我交过女朋友几啊个，哦，伊若少年的时大概唔上安尼，对吧？真少哦，拢无啊，我自细拢食菜啊。反正恁好啦。但以前交过遐侪女朋友，我感觉就是大家女朋友想讲要甲伊结婚的时，我但是一直想着要甲伊结婚，我感觉敢若甲伊结婚袂下，是袂交往 OK。但是要結婚可能袂下。哦，你食要死，無要留住這種。那人家講我無要結婚呢？啊，結果我本來是打算無要結婚啊，我本來打結果拄着伊，我感覺甲伊做伙時，我感覺真正甲伊結婚，甲伊生活，我應該未來攏會足幸福的。所以我就想講，無甲伊結婚的話，可能找無一個適合我的人。係啦，就是安尼。這句話就感動。所以我想要甲伊結婚，對。你想到好人就要。愛就講袂啊，愛就講袂啊。超好誒！來哦，迄個阿尾叫啥？芝芝哦。嘿，對。我你介紹你啊。阮翁，伊就有才華。你愛為伊名開始。伊的名叫蘇丹利。啊，我知。西丹利，伊的名就是西丹利。下个有伊，我介意伊知影足侪物件，伊的脑袋真好。伊腦袋。脑袋。and，佮有以前搞写物件。写物件，文章写的真好。哦。伊是创啥？你莫介紹。哦，伊写足侪册，伊写了足侪册。
作家啦，哦，作家嘿，人生嘛有，旅游嘛有，一些有诶无诶嘛有。真搞，拢包括那个有诶无诶嘛。嘿吼，啊，平常时啊，恁两个生活安怎？就欢喜气的，氛气氛真赞，嗯每工拢伫咧厝内拍电动。哦，抓一条，抓一条，哇，紧张的，够紧张的，哇，足紧张的。拍电视，哦，拍电视、看电视，拍电动。拍电动，嗯，奇怪，这对翁某毋免创啥话，对当生活。而且阮欢喜而且阮做会以后，讲正常我甲朋友出去啉酒啊啥，啊，阮做以后种我拢伫咧家己去厝厝内啉。然后对对对，拢无想要处理啊，对吧？我这翁某安尼感情无简单，偌久啊，偌久啊，阮结婚结婚4年， 4年。对，哦，因5年嘛。嗯，差不多啦。伊讲互你感动的话是上感动的，我有记着一个话，一句话，这句话。一句话是伊甲我求婚的时候，结婚迄个时阵伫咧日本，阮转来的时阵，会伊遮写的一些物件新闻就出来啊。啊，迄个时阵，阮伫咧厝内看电视，伊放的一首歌，迄首歌的台词，伊歌词念出来，我就哭啊，足感动的。伊讲，怎么讲？即马以后，你就毋是一个人啊，哇，你万有啊。虽然伊讲到哩哩啦，但是咱听到非常的感动。足感动的，我就哭流目屎啊！你哪想这款卑鄙的事？我自信啦，你讲我比你你。嘛流目屎啊！啊，这个林太太，林太太哦，林生咧甲你求迄时阵放歌互你听无？伊无放歌，我安怎求婚，你会使讲看卖？伊伫放球场，迄天我去开球，啊开球了后爱唱歌，啊唱歌了后就是我有交因迄啦啦队，因有献花即个桥段，对啊，我就讲好，讲啊无献花就是互伊撒花起来互我，啊我接到花了后，我就跪落来甲花，佮送互伊啊，当正人的面。啊棒球场是一个大荧幕就嘛，对。家孙嫁互我。哎呀，嘛是算 BP 啦吼。这用来这套，每人来就有爱伊才对。对啊伊伫棒球场求设婚，计足久诶，赞。对啊，嘛是小可考一个啦吼，考一个台语程度咧。虽然讲恁咧做一定是哩哩啦啦，我即摆讲即个物件，这个是你我大家犯做迄个艺术感款。来，卡落去啊！我说百密一疏啊！我讲阿郎目目嘛是有芳，是，我说喧宾夺主啊！我讲去家挂庙公，我讲去家挂庙公，小等下，这款声波动查甫人会闪袂掉。对啊，所以你知影我为什么拢无生啊？无生吼，就是拢你即摆甲看咱是什么意思？我爱你的灵动啊，因为声出来我挡袂掉啊。安尼应该是生足济个啊！不啦，卖问伤济。好，慢点啊！来，卡了。我说吃里扒外，我讲食我来看我。我说目中无人呐。我讲目睭生头壳顶。所以来哦，歹势吼，嘛是要靠一个。我说一物克一物。我讲因家要拄着关老爷，小等下，什么？有一只肉对着关老爷，你是想要讲 NG 尾对着关老胭脂爷？尾对着关老爷。就关老爷徛 NG 尾安尼。对，就是安尼。这迄个阮制作单位甲你讲的对吧？伊甲我讲的，
因为伊每工拢甲我讲一句，每工，天啊，哇，天啊，一物克一物啊，我就是你就是关老爷。你大刚比起来，对，我大家用。我来卡了哟。我说少管闲事啊。我讲日头赤呀呀，虽然都是呀。哎，是，来，我说聊胜于无啊。我讲无鱼虾嘛好。哎呦，大家都有你进步啊哈。我说老天有眼呐。我讲天公伯我目睭，无你别使解说哦。我讲老天救我。有啊。这条其实我嘛做歹处理的。嗯，老师，你甲处理者。人咧做，天咧看。人，过一摆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真简单。哦，我说老天有眼呐。我讲人咧做，天在看。你的声本来。人咧噶，天在看，所以你两环境，你环境你射出去，笑大波，你笑袂好，你笑甲二高眉，安那我你去，较歹咧，好唔好？好。咱集中就对，我来考人。我说欺善怕恶啊。牛条来，牛条来，什么牛母？大牛。老师。牛条来搭牛母。哦，对，大牛母对。怎样哈？哎，我说欺善怕恶啊。我说牛条来大牛母。对。我说顾此失彼啊。我讲看到这个就忘记迄个。伊就理解范围在伊安尼讲出来，哦，当然人华语你一定听有，但你要翻到台语就无共款。遐有一个老师，你甲拜托一下。好，拜托是啥物意思？会顾得前，袂顾得后。会顾得前，袂顾得后。顾袂好，哦，会顾得前，袂顾得后。哦，我说顾此失彼啊。我讲顾得前，顾得后。那有英语哈，顾得前，顾得前白，顾得后。哎，啥意思都有。好，对啊。我说不自量力啊。我讲无迄个卡通食下药。会通哦，是哦。我说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我讲。5字都会过啊。 5字都会过。真正。眼里出西施，这两三字我来是5字都会过啊。 5字就会过。哎，就较签死。对。看隔壁就知影。哎，就较签死。你家头讲的。我讲爱。我看到你面都会知啊。对呀，真正够卑鄙的。老师你说一条，夫唱妇随。夫唱妇随。我说夫唱妇随啊。听我的就对啊。你这个答案不错，我真正想无。厉害哇，这强。其实夫唱妇随，若要认真讲，就是放行某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以前是迄个男性为主嘛，毋过即马姊姊讲的嘛对啊。我感觉今仔足趣味呢，一个莎莎，一个姊姊，啊，佮拄一个妈妈变马杀鸡安尼。女性无共款啦，即马已经女性出头天啊啦，所以应该是听我嘴这大富贵。是，来小弟讲了好。今卖社会吼，大家吼拢真认真甲拍拼咧食头路啦，所以吼真侪人吼产生一寡吼即个文明社会压力啦，像啥物啊，生囝啦，即个代志吼嘛是一种真大压力呢。一间偏诊所吼，就是解决吼即类问题上出名的诊所啦。即间诊所呢会发生啥物代志吼，我嘛毋知。咱吼继续吼来甲看落去。
我这是平金属，唔是平金属。平金属啦，哎呀，好啦，等。哎呦，拜托一下，啊我吼，甲阮某吼，即摆拢无好消息。啊，阮某个就要到我离啦，哇，一直逼我呢。啊，来，你看吼。忝吼，逼你吼。就忝的啦，你知影嘛？对不对？我几岁啊？你莫摕这啦，你看卖啦。这吼是我真正食的药啊啦，你帮我看卖啊，你医生看卖这药啥咱拢无效，无够力啦。好，等下。哇，是粒食迄个高血压的。是粒食低血压的。毋是，你是捌我医生啊？你医生？哦，你医生。这粒食血糖的，红的就敢食血糖的嘛。等，你用片就知影。我医生呢。哦，你医生。哦，这粒袂食的啦。这个袂食，啊那食袂生，那你嘛。无怪，无啥医生啊，你也搞救嘛。啊，你找我就对啦，我这个我就专门的，等你咧，你要了解我姓啥？你姓彭，哦，你姓彭。来我遮，等去了保证恁某的巴肚一工碰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哇，真好。食这拢这收起来，这等。啊，这拢等掉啊吼！这一杯就透冻，啊！真正哦，这舒适啊，谢啦！哦，我唔知这有效啊，有效我唔免去看这间病院啊，袂晓看医生。一杯落去，保证你精气神拢当顺。唔是，哎，不，你好，你点好，你点。我感觉精气神拢好起来，有无？有嘞。有吼，有去拿钱。哎，来，这边请哈，来，请起。来，对。规精神拢好起来。你裤襠的是等于换裤就好。来，后一位。哦，来，这边请哈。哦，海水小看，有。来，好，来，这边请。平叔啊，哦，你的合作歹怪啦，你人客哦，病患遮济，外口拄好有先甲因抽血啊，呀。有啦，等足久的，点无钟哦，我这阮某啦，傻啦，系啊，阮结婚过6冬啊啦，啊，我嘛是做认真拍拼，想要生囡仔，啊，拢无消息啦，去过6间病院嘛是拢无啥物效果的，希望你帮阮看一下，系啊，阮水某的看嘛是。对有镜头还是安怎？了解，你来找我就算你行啊来，多行啊，你来行这个对啊。我姓啥？我姓彭，彭。我一看一抓了，保证等于恁某巴肚一直碰。哦，这看你个准，无这个问题就出伫伊啊。啊，有可能出伫你啊，你也知。真的吗？我吗？我吗？啊，你某是 A 狗的。啊，无伊的台词，毋知要讲啥。我无出来去迄个学校去看你出来。啊，你叫一个偏医师的啦。偏医师。对啦，无啦，会讲话。哪有啥会啥啊？哪有？可能是细汉去感冒，啊无医好就变安尼。我一个朋友细汉感冒，买医无阿吉啦。迄无讲啊喂。我知影啦，所以细汉感冒要注意，这有可能问题是出伫遮你袂啦，我唔知健康诶呢，甲健康无关系，而且翁仔某问题有时阵哦，唔是讲干那某诶问题，有时是翁。你接头，我听。无啦，我唔是用嘴咧，你迄落，你牛外脑前啊从啊？我医生啊，医生。哦，你医生。医生。这是凌晨时的检验报告。哎，巴肚怪怪嘿。安怎？什么情形？你海头是安怎啦？啊！鸡鸡，硬硬的，不，鸡鸡有问题。你是咧烦恼啥物嘢？无啦，你有啥物问题？你经过我咧透动嘛啊？等于。你的名叫做莎，加减沙，好吗？加减沙，来，啊是有药通好食啊？当然做咩药啊？这用食就暗慢，用食就搁胃喙咧经过脑，就到胃都会消化了，再经过这个血内底，再甲咱血管，搁行去甲遐血化去啊。啊，嘛想要治疗用抹哦，
你得看到位啊用无？用无，迄是一时的刺激尔，迄无效。啊无。我即摆甲你一杯就好啊。好，你等下吼，来来。一杯是安怎？哎，你莫紧张，莫紧张啊！好，你去康家，来康家。唔好，你，唔是这阵子呢。精气神规拢好起，有无？袂歹袂歹。有无？有无啦？无，你要破有无啦？有哦。你讲我要破哪？无，你爱先讲者。这款物件一定互病人伫无知觉的情形下面才有效。哦，你了解吼？有够好无？哦，我卡做精神本来拄安尼，啊，即摆规精神拢醒起来啊。你莫下到去哦。好啊，我会晓讲话。哦，会晓讲话。来，去了钱等你好消息。来，处理者。好，后一位。来呀，王丽娜，好辛苦啊哦，来，加姐。医生，我无代志哦，我后壁我两个讲破纸，我无代志。无啦，我好就好。门口嘛有抽血，咱无代志，一定有代志啊。有啦，嘿，报告。报告拢出来。即摆单报。哦，单报告，你是要吐啊？是要吐？我一看到伊就想要吐。这镜头严重。是啊，看到你想要吐。唔是啦，我结婚足久啊，拢一直无好消息。你看4年嘛，系啊4年啊，拢一直无好消息，连行李拢拖来啊，行李拖来啊。行李拖来是要意思是要哪？要包一个囡仔登去。我就搁包生安尼哦。唔是啊，因嘛无，我若是无好消息的话，爱就要离家出走。嘿，对。对，就要离家出走。咁一定爱安尼。对啊。就无啊，啥物拢无。唔是，这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，这个物件，对不对？唔是讲你无你就要离家出走，你放去要安怎？但是我听讲你来找你就会碰起来。哎呦。内行，我姓彭。我这位太太，你的名叫做吉吉。就好呀。你叫吉吉，我想要做爸爸，我两个都是爸爸吉吉。真好嘛。袂使颠倒。你会寒晓啦。你看到我就惊。好来。奇怪咧，说开，禁开。禁5分钟你就过啊！我可能这世人拢过啊！后壁吧。头壳空吼。你唔爱听。我捌听，我那为虾米我捌爱听？翁仔某问题，翁仔某做为处理嘛。哦，对吼。奇怪，恁两个看起来拢足健康的啊，无啥物代志，应该是足好势才对啊！你奇怪咧，你来报告看嘛。拍出来。这是报告。是安怎？嘿，是安怎？嘿，是安怎？安怎啦？哈？你大拢吱吱，顶大你嘛吱吱，嘛吱吱。安尼讲嘛无唔对啊，是咱你吱吱啊。这是学名，这是阮报告下面。你这个镜头吼有较麻烦小可啦。我是感觉讲呐，药啊量用较重小可。我袂喙焦边头，这唔是说甲喙焦无关系，这一切拢是为着恁翁仔某的将来好。对，好。好来。啊，当然这算唔好啦，唔好，唔是啊。这练手啦，吼，因为这有当时亲人的这作用吼，会无啥同款，吼，啊你这叫啊这，你搞叫啊，我会再帮倒骹手嘿。我看前面啦，嘿，我无代志，我先走。无好了。你这2杯落去，我甲你讲，真正特好。我唔捌人用2杯啦，普通用1杯啦。迄是你特别咱2杯，你这镜头无共款嘛？吼，我加强安尼啦，吼，好，我给你小小者。好，我甲你讲，是对翁仔某你甲看卖咧，为着要翁仔某为着要传宗接代啦，拼甲安尼啦，哈，讲要掠讲我这真正是大目新娘无看走。第2句俗语，你等你啊，我听坐落啦。以前袂感觉我身躯足重的嘛，因为我无问我是安怎。你就是变寒。哦，
变棺材，这就是咱人身体一种本性的反应。迄若会变光哦，代表伊的这个内分泌啦，较无正常啦。吼，我听看觅，所以要听看嘛，吼，我冇听者。哦，我就好诶。嘿，恁两个都看起来咧正常咧、健康咧、奇怪，无啥物问题咧，应该是咧报告咧。报告，对对对，那你这边来看报告。哎，我知，芝我知嘿。你这特高样吼，其实无困难啦。这人亲人啊，联手来吼，套动诶。哦，其实你免烦恼讲，阮这物件经过特制，吼，有经过这个。这 NASA 你知无 ？NASA ，NASA 有这个验证的，讲这太空人咧这个物件，吼，啊若讲有亲人的加持吼，效果就继续紧的，嘿。好的。一般人是一杯呢，我一摆甲你用双杯呢，W 的药剂就等于套动，那就等于就放起来，嘿，放起来，一对样，你甲看觅，为着要传宗接代，要压动，真正是吼，要好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。好咧，拍破过咧，你有要紧无？ OK 会使吼，使要紧啊！他在大可乐蛋啊！哎，这做单你要求我，不要紧，你袂讲喏？别，我会使规定。使。哦，对在这对人啊，碰个你的嘴打呗？免咯，你的嘴打啦吼。来，即摆要来，咱拄仔就看到这两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大白新娘看不着，第二句。 要好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，就是讲这对翁某为着要传宗接代，这尔俩讲，这尔急甲安尼，到底是第一句还是第二句不对？人哋是大白新娘，无看起就走的野手，一个那样。安尼我嘛举手好啊。哎呦，哦，因某对。假随假呢吼。你感觉大白新娘无看到走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讲安尼啦吼，啊因个就是看了什么，个要救什么，所以就是讲无看走。 就是讲，就是要安尼，意思是安尼。你讲啥？我会使换人吧？我换甲第二个啊。已经要好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，是应该是剩两位4票嘛吼。对。来讲看觅。我感觉伊即摆的心情，是淡淡的爱哭无落来。你不了。哎，安尼讲嘛对啦。大白新娘无看走的意思，应该就是应该就是大白新娘，没来解释。所以你是跟我讲吗？啊，就是唔对意思，对啦，就是看就是白目嘛，小看白目的意思。你新娘打过来啦，打过来可能环境无熟嘛，所以无走。我理解啦，但是正常的答案是对一个我嘛唔知。老师请。头碰过已经讲到重点吼，因为打过来人兜。 啊，早卡伫倒位讲起来，拢无讲足清楚啦。啊，因为第一届做新娘吼，所以紧张，啊，佮对环境无熟悉，所以变大白新娘无看见走。啊，有诶是讲吼，大白新娘有看到顶，无看到走，因为走着伫顶诶下骹。啊，所以有时你讲咱拄着代志时阵吼，毋通惊吓，啊，做代志要认真啊。所以咱拄着代志，咱来想好清，看好明，才袂。 目睭花花，脖啊看做菜瓜；目睭雾雾，白啊看做莲雾；目睭粗粗，田螺看做水菇；目睭粗粗，变数看做福提路。啊，哦，这种意思。另外，就是讲要好无落来，要哭，要好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。就是讲拄了一寡代志艰苦，啊，无法度偷解迄个心结，就亲像啥话，下狗的缀死囝，有话无底讲。 啊，像头仔小演出的物件，就讲因拢为着要生囡仔吼，啊费尽苦心，啊受尽苦楚，啊，佮拄着这个普通空的先生吼，啊实在足可怜，所以真正是要好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。感谢老师的解说，很了解。来拍鼓励，吟诗说文真趣味。这首诗个淡淡吼。没啦，拢打去啊。这首应该大家较少看到。 无啥物困难咯。我是请这个林太太，你来遮好啊。来，你念一遍。念一遍啊，我听看嘛，好吧。画公公，秀才龙，骑白马，
过南洞，南洞袂得过，了猫仔来接回，接袂着，也得个弄马歇，拉歇，跋落田，加酒干啊。这读做板。哦，叫加酒板。酒板买甜酒。白酒。哦，加扫帚。扫帚买扫裤架。无涂骹迄字呢。扫地。扫地。加互卖10岁。10岁。拍婆。哇！老师，伊拄仔念安尼差不多偌济嘛？做好啊。因为迄个 possible 咧教，所以伊拢会晓。无你来甲阮示范一下，迄个示范一下，迄个有着国起国的呢。话公公秀才龙，骑白马过南洞，南洞袂得过，掠猫仔来接货，接袂着也得过弄马歇，马歇跋落田，过酒板，酒板要底酒，过扫帚，扫帚要扫地，过互卖10岁。这是甲话公公的。这有时囡仔歌话公公、话公公，像这过南洞、过南洞拢尊重啦。拢会使啦。拢会使，因为这囡仔歌欢喜就好啊。欢喜就感谢老师请。来，各位亲爱同学，请站起来。用国语国念一遍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，来。公公秀才龙，骑白马过南洞，南洞袂得过，掠猫来接货，接袂着也得过，老马歇，马歇跋落田，过酒板，酒板要底酒，过扫帚，扫帚要扫地，过互卖10岁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后回请继续去看，为山为水为人啊！你有一些话想要讲？花。一个话想要讲？好，好，其实我已经足久无讲足久的台语啊，就讲遮尼久的台语啊。因为平常时我拢讲国语，伫厝的讲国语，然后所以他来这节目一直讲台语，然后就欢喜的。好，我感觉录了啊，这节目我的台语变甲足认真的，耶！我帮你翻译啦，伊讲伊上了这个节目以后，台语变得较认真嘿。我学到真侪物件。学到真侪物件。啊，不是共款。你感觉我讲一摆，你讲一摆？我惊大家听无。大家拢听有的哦，多谢。来，你来讲话。今仔做欢喜来遮，做者台语的，我台语嘛讲甲真袂歹。真正袂歹哦！今日你来，虽然我小可紧张，讲我真正我有惊到，原来你的台语嘛是讲了个袂歹。我台语袂歹。安尼咱以后伫厝内就使定定用台语来交流，好无？好，你毋是我的对手。哦，唱声哦，啊，连抓过来，好无？好。我搁咧做班长的时阵，就希望你会使定定来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准时收看哦。